鸿海集团今仔开股东会，公布雪莱公司的营运方向。因表示讲，未来会积极来发展电动车、半导体，佮有低轨道的卫星。嘛强调讲哦，如果下半年鸿海伫 AI 人工智慧主机的业绩会有超过100%的成长。我觉得是蛮好开的。鸿海董事长刘永伟伫影片内底做马头市的汽车手，学到因的车是好开佮顺手。不错啊，这很黏脚的感觉。鸿海股东会31开会，这次疫情解封了后第一摆举行对外开放的实体股东会，除了派出电动巴士接送股东，也未少小股东透早就以各地赶过来。电子业来看都是一个龙头了，他看得很远。今天就是来学习一下、参观，想听听看他未来有什么想法。期待很大，真的。怎么说期待很大？因为一直有持着他的那个股票很多年了。股东会顶悬，刘永伟甲股东面对面公布鸿海选去三大营运方向，都是电动车、半导体甲低轨卫星。伊也赶流行乐观看待 AI 伺服器市场，有估下半年鸿海伫 AI 伺服器业绩会有3位数的成长空间。我们最新的 AI 伺服器也搭载了 NVIDIA 的解决方案。鸿海单在2022年伺服器的营收就达到了1.1兆元。囊括了全球40%以上的市场。鸿海去年营收超过6.6兆，每股获利也创下历史新高。伫今年全年营运展望是持平。刘永伟表示，因为全球目前依然有地缘政治紧张甲通货膨胀这无确定因素，对经济前景有影响。下半年保持信心的看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